唔好走啊！放手啊！叫你放手啊！未生唔好開車啊！你邊位啊？你想車我去邊啊？飛的夾啱時間，快速上車。飛的幫緊你。唔得，頂唔順。喂，飛的，先趕時間，快啲唔該。喂，唔夠錢。用電子付款啦，飛的即時俾錢，暢通無阻。精靈台啊，溫爺！大運哥好嘢！大運哥，大運哥，好嘢！Hello， 又到咗我哋嘅陳華洞排隊馬早餐嘅時候啦，棟哥。拍住英超，拍住英超，英超係聖誕快車。香港馬咧又係聖誕快車，馬奇快車啊，都做到真係人到散，又唔係易裝咁就。我早兩個排位嗰啲唔知原來禮拜四嚟嘅。係啊，因為跑啱啱嗰次賽事係跑禮拜四，唔係跑禮拜三啊，所以都又係嗰4個字啦。密鑼就緊鼓。不過好似今次嘅泥地，好似係咪又有啲嘢補充啊？阿陳龍。係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下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10月30號嗰次賽事咧，其實咧都鋪咗一啲新嘅物料喺個泥地跑道上面㗎。咁啊結果大家都知道㗎啦，哇！嗰日嗰啲後上馬真係認真西非利啊！即係講緊啲東方寶寶啊、後無來者啊。運來五寶啊，肯貝斯，即係當然呢4隻馬唔係贏頭馬嗰啲馬匹，但係大家都要留意，話佢哋個走位完全都係大墮後。照計冇可能嘅情況底下上到嚟第2、第3喎。嗰日大家留意咧，去到尾二嗰場賽事，至到尾二嗰場賽事咧，基本上全部都係後上馬贏晒㗎啦，係反而尾場就結果就嚟個大反轉啦。嗰隻新二馬咁就但係排隊檔都睇得好通透喎。喂，你之前嗰啲賽事全部後上馬贏，反而嗰日尾場嗰隻新二馬係最多人排隊嗰隻咧，結果就真係嚟個驚天地嘅大反轉，就一放到底贏馬嘅。咁啊，陳如睇新二馬，即係最近再贏馬咧，即係證明呢隻馬卡士夠啦。咁啊講一講啦，咁啊全天候嘅跑道咧就嚟咗個翻土工程嘅，咁就全天候嘅大跑道啊喺琴日咧，唔係 sorry 喺30號嗰日咧就進行咗呢個翻土工程嘅。翻土嘅深度咧就係大約係5寸半左右嘅啫，咁啊以減輕跑道表層嘅壓縮度啊，咁就並會喺12月29號啊，即係啱啱嗰幾日前咧，就會鋪上咗140立方米嘅松皮屑，同埋喺今日咧喺當日啊12月30號嗰日咧就鋪上咗54公噸嘅粉砂同埋黏土咧，咁就以即係個泥地跑道咧就更均勻咁咧。咁就混入喺嗰條泥地跑道嘅表層上面。咁其實馬會應該揾啲有經驗嘅騎師，就試下個跑道情況嘅離追抑或離放，時間快抑或慢。咁啊，其實馬會可以做得到啦。咁啊，結果就冇做呢啲。即係得個鋪。係啦，冇呢啲上述嘅動作，啱啱棟哥講嘅上述動作咧，全部都係幻想空間嚟嘅啫。咁啊，聽日咧大家都要知道咧，聽日有3場嘅泥地賽事啦。即係呢3場唔好玩啊！真係好就唔好玩啦，係啦。真係唔好玩。好啦，咁就講講聽日嘅林林審審嘢啦。咁啊，跑11場嘅賽事，頭先我都話啦，有3場嘅泥地賽事，變咗就係草泥混合賽嘅。頭賽開跑時間就12點半嘅，草地咁就用私家3欄啦。咁啊，草地掛牌係好地啦。泥地就會分別喺第3場、第4場同埋第9場就進行嘅。泥地嘅掛牌暫時都係好地嘅。咁另外就係1隻馬就退出比賽嘅。第5場4號精彩就退出咗比賽嘅。社長嗰隻馬就補上嘅，環球英雄補上，騎師就希威森啦，副榜就122磅嘅。咁另外大家留意啦，停賽復出騎師正就係希威森1位啦。咁就唔咗大家咁耐啦，咁啊頭場就開始啦，我哋嘅排隊買早餐。5班1004打頭陣啦，最多人排隊就1號嘅藤黃區，2號嘅智旺財，7號嘅旋風傳奇，同埋9號嘅建策精英，多人排隊一對馬都係香港嘅一隊，7號嘅旋風傳奇，同埋呢個9號嘅建策精英。好啊，咁睇睇現階段啲4隻馬嘅開飛賠率啦，咁啊藤黃區咁就用到潘頓睇下又點啦，40蚊嘅獨贏20蚊嘅位置，另外2號馬智旺財啦，64蚊嘅獨贏21蚊嘅位置，再跟住791對7號旋風傳奇啊，17倍嘅，另外9號建測精英咧
都係17倍嘅。咁啊，暫時大熱門獨贏位置就落咗喺滕王區身上嘅。今場三大熱門馬動哥1、2、5，滕王區智旺財同埋5號駿馬之星。1、2、5就係2號智旺財有人排隊。嗱，滕王區都要講，因為上幾啲馬落班，我啲經日講過啲馬4班落班前嘅4班2場賽事有人排隊嘅，但係2場賽事擺前就冇咩拉屎。咁啊，一般嚟講咧，落咗班之後咧，對手弱啲應該個排啲情況仲踴躍，但係上次冇人排嘅。上次冇人排嘅結果咧，就跑嘅一直第二，即係證明呢隻馬響4班即係落班前嗰2場賽事咧，即係排隊得嚟有利啦。睇下今次個排隊情況係點樣，因為上次冇人排隊，佢都跑第2嘅。咁另外呢隻5號嘅駿馬之星冇人排隊，係一隻智旺財有人排隊，不過我見到佢係建策群英，因為啲精英啊，因為呢馬落5班點都係有啲着數。上一場賽事咧已經係有啲風吹出嚟，但係結果係全程跟跑。睇下今次咧就用呢個周俊樂減翻2磅，即係比上次嗰個負磅咧就輕咗4磅，咁啊再跑翻1400米，有冇機會咧憑着即係班次之利咧就打開處理勝利之門啦？呢隻馬都幾難搞啊！輸幾劑嘅，係啊，喺4班快活谷先至輸2劑嘅。咁就所以睇下聽日點啦，始終都係5班嘅賽事，即係大家都要執生啊，真係。咁啊，第2場呢就4班1000米短途，多人排隊就上次一出即勝，我哋咧全台人咧都一致推薦嗰隻姚嘅輕馳千里，跟住就3號呢個快靚喎。咁啊，兩隻初出新馬都幾多人排嘅，就係5號嘅新輝之星同埋6號嘅烈焰光芒。咁啊，多人排隊嘅對馬咧就係36啊，3號嘅快靚王同埋6號嘅烈焰光芒啊。咁啊，睇睇現階段啲幾隻馬嗰啲開飛賠率啦。2號馬輕馳千里上場就贏得幾輕鬆下㗎啦。咁我哋全台人都加持一致成立呢隻馬，咁又結果到基本上都貼晒呢隻馬㗎啦，全部都係貼晒呢隻馬㗎啦。其實佢嘅出閘情況咧就普普通通啦，又唔叫慢又唔叫快，但係即係呢啲即係有前速天生速度好嘅馬咧，3、2步已經就飆咗上嚟㗎啦。咁啊結果都幾輕鬆贏馬，但係大家留意喎。棟哥話個時間麻麻地嘅啫喎，係啊，56秒87嘅。係啊，咁啊相對咁啊3號快靚王變咗有72蚊、25蚊嘅獨贏就比較好，即係有賠率直博率多。如果計個死時間咧，快靚王快輕馳千里好多添啦。55個幾嘅。不過贏完嗰場之後就一路都係麻麻地，但係今季大家但係呢隻馬會唔會係嗰隻雙英雄嗰啲翻版咧？隨時都唔即係呢啲馬即係隨時。嗱，呢隻寶中快靚王第1場出就好時間贏，就所謂咧就叫做有啲聲味，但第2場咧就12蚊跑嚟4，跟住再出跑1000咧用巴道咧就包尾。但係今個1000、1200佢係唔係快放咧？即係當然檔位嘅問題啦。但係佢後追幾好嘅，有少少追勢㗎，即係佢唔一定即係可能現階段開始成熟咗啦，唔一定要即係單騎領放啦。咁啊睇下點啦，72蚊嘅獨贏，25蚊嘅位置啦，再跟住5號馬啦，新輝之星啦。好似係咪睇新明之星嗰個馬主嘅啦，係啦，14開嘅咁啊36蚊嘅位置嘅，另外6號馬烈焰光芒啊，75蚊嘅獨贏，29蚊嘅位置，咦？韋達搭潘頓喎，咁啊上個禮拜啱啱贏完隻同起啦，合作第1次即刻贏馬，係今季啊，今季加上幫埋嗰隻馬開埋齋添，係啦，咁啊所以睇下會唔會就加強合作啦？烈焰光芒都有啲飛數㗎，咁啊75蚊嘅獨贏，29蚊嘅位置㗎，今場咁啊3大熱門馬喎，反而就我哋早餐排隊馬會出隻1喎，超眼光喎，3大熱門馬1、2、3啊，同哥1、2、3，咁啊1號上次有人排嘅，輕馳千里梗係有人排啦，3號就冇人排嘅。咁啊，你就一定係快靚王㗎啦。咁我諗大 V 咧就都要翻隻2㗎啦，輕馳千里㗎啦。睇下新馬嗰2隻點啦，因為其實大冧把嗰啲飛來霸、拉合爾啊、運籌話有得贏，全部都係麻麻地嘅。即係反而即係學阿棟哥話齋啦，睇住5、6聽日呢對新馬嘅臨場排隊。我諗6號呢隻馬係3大熱門之一嚟嘅。嗱呢個馬試閘都幾熟㗎，幾靚嘅。咁啊，但係我就太中意快靚喎。咁啊，第3場咧4班1200蚊泥地，嗱泥地阿神同安就話鋪過啲物料啊，大家真係去執衫。但係大家講先喎，第2場啱啱講完喎，大家留意喎，2場8喎，嗰隻幸運勝利喎，咁啊希斯綁利馬咧已經係連釘咗18場㗎咯。係呢季計數係歷季咧？呢季咁啊睇下今即係綁利就唔好嘅。綁利就唔好啦。咁啊睇下希斯即係呢場2場8號又點啦？一定係即係聽日嘅即係。跑唔跑到？即係當然啦，現階段嘅賠率都幾爛下咧，講緊20幾倍㗎，去到第3場。4蚊千就揾泥地賽事，多人排隊就3號嘅超霸勝，6號嘅大番薯，7號嘅精益大師同埋8號嘅猛將兄啊，多人排隊嗰對馬就58啊。
唔係6-8啊，6號嘅大番薯同埋呢隻8號嘅猛將興啊！大番薯你有冇機會一口贏3場？當然啦，咁就聽日嘅第一場泥地就會安排喺第3場啦。免得個大家真係高掛免戰牌，真係唔好搞啊！你放定利珠咧，冇人知，因為其實就算唔講頭先個資料俾大家咧。其實即係泥地，大家都要執生㗎啦，都唔知你放定利追㗎啦。更何況即係有呢啲咁嘅因素嘅情況之下，即係大家免得嗰啲3場泥地，即係講緊3、4、8場咪唔好，3、4、9場咪玩少啲啦，玩少啲啦，係咪先？都做咗8場啦，打11場。11場啊嘛，咁啊講緊即係其實發達2場都夠㗎啦，係咪先？啱啊，即係好似阿安仔咁，一隻笑盈喜都已經搞掂啦。跟嚟有點啊？失蹤人口啊！到而家仲失蹤啊！失蹤人口啊！好啦，咁啊講講現階段啲4隻馬嘅開飛賠率啦，3號超霸勝啦，11倍嘅6號馬大番薯38蚊嘅獨贏14蚊嘅位置啦，再跟住7、8一隊啦，精益大師23倍嘅，另外8號猛將興啊80蚊嘅獨贏29蚊嘅位置，第二獨贏位置就落咗喺6號大番薯身上㗎啦。今場3大熱門馬動波268啊，2號顯勝高升喎，6號大番薯同埋8號猛將興。喂，顯勝高升上次有人排㗎喎。有啊。但係呢隻馬可以講得叫做咧係全程捱打喎。268啊，6號呢隻大番薯梗係有人排啦。咁啊8號咧猛將興咧就上次就冇人排嘅，但係呢隻馬轉咗馬王的確係好做，的確好做。好咗啲啦，係啦。咁另外睇埋啦，咁就即係呢場星火燎原始終都即係幾磅重啊，幾壓一下嘅，但係就但係馬主嘅鬥志咧，即係希望都係為前路而戰嘅。希望阿 Doctor 就又即係拉下頭馬啦。另外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後無來者咯，呢場可以擺喺邊個位置咯。正10月30號嗰場佢就係追到上嚟，哇！喺呢個冇可能嘅情況下之後，即係都係緊頸輸嘅咋，即係跑過第2嘅咋。睇下聽日即係佢可唔可以做指標性嘅馬咯，即係講緊利後上定係利快放咯。好啦，第4場又係泥地嘅4分千二米，多人排隊就上次咧就喺泥地咧就輕鬆彈得對手型嘅1號遙遙日上，跟住3號嘅凝聚美麗。就6號呢隻咧就雷神啊，對唔住啊，睇下先。1號遙遙日上，3號凝聚美麗，跟住10號嘅金多喜啊，同埋10號嘅起舞翩翩啊。10、12。係10、12。多人排隊嗰對馬咧就係13，就遙遙日上同埋呢個凝聚美麗啊。好啊，咁啊講講呢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遙遙日上就大熱，但係都唔係話熱得好透嘅啫喎。大熱門講緊有52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再跟住3號啦，凝聚美麗啦。近呢幾場啲飛都相當犀利下㗎，11倍嘅位置25蚊啦，再跟住大冧擺一隊啦，金多喜85蚊嘅獨贏26蚊嘅位置，咁啊同紀人安相當之夾嘅馬啦，咁就另外12號馬起舞飛飛啊94蚊嘅獨贏25蚊嘅位置嘅，大熱就講緊已經係52蚊獨贏嘅蒸蒸日上，sorry 遙遙日上身上啦，今場3大熱門馬遙遙日上。6號雷神太保，10號金多喜，1、6、10嘅同哥。我幾中意輕磅嗰隻起舞飛飛喎，斯尼集幾好，最近草地都吹下嘅。上次都已經有人吹。係啊，睇下今日轉泥地睇下點啦。咁啊，暫時3大熱門1、6、10咧，1號梗係有人排啦，6號咧就雷神太保就位置有人排，6人冇人排嘅，10號金多喜梗係有人排啦。咁啊，結果佢開齋贏馬。咁啊，第5場呢係4班1400米嘅草地賽事啊，多人排隊咧就要佢衝上雲霄，3號嘅威武年代。就跟住咧就係8號嘅文明福星同埋11號嘅金石良田啦，多人排隊嘅對馬就2、3啊，衝上雲霄同埋威武年代。咁啊講緊呢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2號馬衝上雲霄啊，咁啊52蚊嘅獨贏19蚊嘅位置，即係都叫做係潘頓嗰啲私家馬嚟㗎啦。3號威武年代啊，咁啊睇下放唔放到頭啦，42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再跟住8號啦，文明福星啊，15個開嘅啫，咁就另外11號馬金玉良言啊。爆完一隻冷披之後咧，其實表現都係麻麻嘅啫，90蚊嘅獨贏27蚊嘅位置嘅，第二獨贏位置就落咗喺3號威武年代身上㗎啦。聽日阿威哥都有啲馬，即係都幾惡下嘅，42蚊嘅獨贏17蚊嘅位置嘅。今場3大熱門馬，一條筍啊，棟哥1、2、3，人人有餘，衝上雲霄威武年代。咁啊，暫時3大熱門咧，人人有餘3班就當然冇人排隊咧，2、3都有人排嘅，但係上次要衝上雲霄嘅神童咧。就位置排隊多過獨贏嘅下半場啊！所以大家留意下聽日個排隊情況咯。我就自己個人心水就貼咗呢隻㗎啦，講緊2號衝上雲霄㗎啦。好啦，第6場呢係4班，又係1400米泥地，多人排隊就係2號呢隻咧，哇！演出幾失準呢隻紅衣醒目，跟住4號嘅細水長流啊，再跟住就8號嘅明亮光輝同埋10號呢隻龍傲玲箩啊，多人排隊嗰對馬就40。細水長流同埋10號呢個龍傲玲箩，咁啊講呢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咁就我同阿大 F 咧都已經見到紅衣呢個字咧就捽下後面，原來醒目就唔係醒神，咁就呢隻馬就相當之唔醒目㗎啦，就買咗佢真係好蠢㗎啦，42蚊嘅獨贏，咁啊
次熱門嚟嘅個獨贏，位置就係佢第二個16蚊嘅喎。4號細水長流啊，咁啊轉嚟沙田跑啦，再跑長啲啦，1400啦，31蚊嘅獨贏，佢係第二個位置有19蚊啦，再跟住爆馬啦，明亮光輝啦，33倍嘅咁就。沙田跑完再過谷草跑，其實上場個表現唔曳嘅，即係唔好睇見跑第7、第8啦。翻嚟輸得其實唔係幾遠㗎，即係有進步㗎。再翻嚟即係沙田跑1400睇下點啦。另外就有10號啦，龍奧玲瓏，我睇下威哥你收埋呢隻馬收得幾耐？82蚊嘅獨贏，36蚊嘅位置嘅。第二獨贏就落咗喺細水長流身上嘅。第二位置就講緊2號紅衣醒目啊，今場3大熱門馬，動哥241啊，紅衣醒目、細水長流同埋11號馬深紅紅。紅衣醒目上次有人排嘅，細水長流有人排嘅，11號深紅紅都有人排。不過我幾中意細水長流，我相信呢隻馬咧嘅跑法咧應該沙條嗰個快活谷嘅。咁長直路啱佢追嘅，呢啲馬都係追一段㗎啦。但係上場真係俾嗰隻頭馬嗰隻即係講咗，即係休咗好耐嗰隻頭馬，真係技術性擊到嘅喎，同哥講緊。睇一睇先，應該係嗰隻遵志神。係啊，遵志神啊，真係技術性擊到嘅喎，即係大家都係鬥衝嗰段、鬥爆嗰段，遵志神仲蝕位過嗰隻細水場。到佢全程大墮後咧。係啊，咁就睇下聽日即係加長1400，但係大家留意喎，即係你唔好以為佢。加長啲對佢好啲喎，佢可能就係爆嗰段嘅啫喎，所以1200好似爆得好勁咁，1400就唔知點喎。即係所以有時即係計數咧，就唔好話1200放唔到咧，1000應該放到係咁計嘅。唔得㗎，即係1000人哋嘅發力就快啲嘅啫嘛。咁啊241三大熱門上次排隊情況啊，杜哥。2號紅衣醒。3隻有人排咯，講咗。排嘅。OK。好啦，第7場呢場2班1600米賽事，多人排都要3號嘅平凡騎士，7號嘅潮州精神。8號嘅喜尊龍同埋9號嘅話你知啊，多人排隊嘅對馬就89，不過呢場2班都應該都係嗰啲2班都係甲組賽事嚟嘅啫。多人排隊呢就喜尊龍同埋呢隻話你知係89。好啦，咁有啲馬都可能都要爭下分㗎啦，嚟緊即係未來呢幾個月嗰啲4歲大賽㗎啦，包括1啊。呢隻馬點跑4歲大賽啊，大哥？你會抬舉佢啊？可以跑贏唔贏到我都成日話可以跑贏。喂，有隻馬咧要拎出嚟講講啊！睇嚟呢場暫時機會有度嗰啲10號風象，好似係大志尊個馬粉幫呢個馬主咧就入貨。咁亦都係話呢隻馬嗱話，琴日我知道咧話咋，就好似一出咧即係有啲聲氣，但係我睇佢試就麻麻地。咁啊，因為其實講緊呢一場馬，即係講緊4歲馬，即係想跑。好曳嘅啫，呢種賽事。4歲氣力大賽都講緊1啦，瑞勝人生啦，喜尊龍啦，風象等等啦，咁就睇下點啦。嗱，風象即係大家呢件彩衣都係象王嗰件彩衣嚟㗎啦，咁啊。嗱，我都係道聽途說嘅咋。係啦，即係。唔知係咪大志村嗰個馬粉引入㗎介紹馬主啊？即係我聽人咁講，就話一出咧就有啲聲氣，咁啊大家考慮下啦。另外隻1就。喂，而家咩賠咧？風象。風象講緊20倍咯，係啦。另外講緊瑞勝人生啦，即係用到潘頓呢啲都係即係大家啲目光所在㗎啦，焦點所在㗎啦。咁啊巴西馬咁啊阿妹贏到，咁啊用潘頓睇下點啦。但係阿妹之前贏到嗰隻即係講緊線路係啊尾場嗰個潘頓嗰日咧就即係塞計啦，塞車啦，咁就睇下瑞勝人生又點啦。但係好似話呢隻馬係有啲事喎。唔知啊，傳就係咁，唔懂得嘅呢啲馬唔懂得。39蚊嘅獨贏位置20蚊嘅大熱獨贏係佢嘅位置，大熱就講緊係爆喜尊龍啦，喜尊龍50蚊嘅獨贏14蚊嘅位置。另外講埋7、9一對啦，7號潮州精神10個開，9號話你知10個開嘅，我就最想睇到如果9號贏嘅話，馬主跳舞即係嗰啲片啊，即係呢位印巴籍嘅馬主就即係相當之興奮，相當 hyper 嘅。咁啊，暫時大熱門獨贏落咗喺1號瑞勝人生身上啦。另外位置就係講緊爆喜尊龍啦，14蚊嘅。今場3大熱門馬同個128啊，1號瑞勝人生，2號太陽勇士爆喜尊龍。2號太陽勇士同埋8號嘅喜尊龍有人排，1號冇人排嘅。上次呢個瑞勝人生，冇人完全冇人排，都冇晒㗎，我記得係啊。好啊，到第8場呢場3級賽啦，就1000短途，多人排隊咧就2號嘅氣勢，4號嘅魔術控制，6號嘅顏色睇下先，6號嘅顏色之王同埋10號嘅星際快車。多人排隊嗰一對馬就60啊，6號顏色之王同埋呢個10號嘅星際快車。咁啊講講呢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雙數數字嘅2460啊，2號氣勢啦，69蚊嘅獨贏，50蚊嘅位置啦。4號魔術控制啊，78蚊嘅獨贏，35蚊嘅位置。6號顏色之王即係知道隻馬都係勁啦，但係冇諗到係咁樣贏法嘅啫。
26蚊嘅獨贏位置有23蚊嘅暫時，因為嗰隻重位置飛啊，講緊就係開飛打咗落去嘅美麗第一身上啊1.0嘅位置嘅，再跟住10號馬啦，星際快車11倍嘅，今場3大熱門馬都係雙數啦，246啊，氣勢魔術控制顏色之王嘅棟哥，246冇人排啦，尤其是上叫魔術控制，佢哋唔識跑轉彎路程咁，嗰場係講走位，唔識轉彎嗰隻爆冷第二，要氣勢冇人排嘅，因為對象都係嗰隻咩啊？嗰隻嘉應高升，嘉應高升。咁反而6號呢個顏色之王上有好多人排嘅，但係上次呢一晚爺馬都誇張，今日一檔都冇咩所謂嘅，都係立3就跑住係300嘅。不嬲都係立心跑留後㗎啦，即係只不過即係快活谷嗰啲對手就差啲，變咗就即係可能可以3-3、4-4、4-4-5咁樣直路先至爆上嚟嘅啫。上場即係都係因應個檔位問題，即係見到潘頓一出閘都已經留到最後面㗎啦。G 字形咁樣跑法，撳住都可以翻嚟贏得相當輕鬆嘅，呢隻馬真係深不可測㗎，顏色之王。好啦，到第9場3分千二米泥地嘅聽日咧最後一場泥地賽事，多人排隊就1號嘅進步騰飛，3號嘅德心之餘，5號嘅樂勝天啊，同埋8號嘅天天灑落，多人排隊嘅對馬就15嘅進馬騰飛同埋5號嘅樂勝天啊。好啊，咁啊講講現階段呢幾隻馬嘅開飛賠率啦，1號馬進步騰飛啦，咁就啲狀態都翻晒嚟㗎啦，咁啊見到啲後勁咧都翻晒嚟㗎啦，75蚊嘅獨贏，24蚊嘅位置嘅，再跟住3號馬德心之餘啦，52蚊嘅獨贏，24蚊嘅位置，另外5號馬啦，樂勝天下啦，又係即係外國嗰個每日就轉到潘頓啦，咁啊睇下點啦，36蚊嘅獨贏，21蚊嘅位置，杜婉欣就再交俾潘頓跑啦，咁啊睇下點啦，另外就跟住爆啦，天天灑落啦，17倍嘅，今場3大熱門馬同哥234喎，sorry， 今場3大熱門唔係234啊，睇睇先啊，講緊係135啊，講緊係135啊，唔好意思啊，135就113冇人排嘅喎，進步騰飛同埋呢個德心之5號有人排，但係5號呢隻馬咧又係會唔會即係遲來的春天咧？咁遲先跑泥地嘅，所以非常之好時間爆冷贏馬喎。但係即係會唔會驚杜婉欣即係接完手贏完嗰啲馬咧？即係其實即係阿大飛個 friend 咧，阿波仔其實都做咗個記錄㗎，喺 Facebook 都有講過提過大家咧，即係唔係我自己做記錄嘅，咁我一定係要 credit 翻阿波仔㗎啦。即係贏完嗰啲乜多數冇馬咧，即係再上名，即係走咗之後再跑咧，揾第二個騎師跑咧，釘多過咩喎？就算即係跑翻數咧都唔多喎啲例子。咁飛唔在精咁滯啦。大家真係佢騎完之後上一場沙田1次。係啊，大家真係要留意下。啲炒下嘅啫，炒下嘅啫。咁就即係呢啲睇下呢啲記錄，大家信就有咯，唔信咪冇咯。不過機翼進步騰飛落翻班跑泥地 OK。好嘅二檔，即係佢都唔需要話立心留到好後嗰啲馬跑嘅，咁你呢場馬都多馬放啦，即係講緊天天灑落啊、熾烈神驅啊、日馳千里呢啲啦，即係前面一定係拉散晒步速㗎啦，佢 head 住4-5位咪同你爆一段咯。以呢組馬嚟講，後勁最強係佢㗎啦，即係除非就係跑又流鼻血啊、心律不正呢啲冇計啦，係咪先？但即係大家睇咗頭2場泥地賽事咧點先咧？時間同埋利放一日利追。有2場馬俾大家睇下咯。唔係即係同埋咧，嗰2場賽事比較到咧，嗰2場泥地好嘅馬咧，跑呢條再新鋪嘅泥地，嗰個成績到底點大家計到數㗎啦。即係因為有啲即係後上馬，即係可以睇到指標性啊嘛，即係第3場咧後無來者咪大家睇下個指標性係點咯。好啦，第10場呢日3班就1000米草地賽事，多人排隊就3號嘅忠誠名區，5號嘅閃耀天河，就6號嘅八進福星同埋9號嘅雲高八斗，多人排隊一對馬35，忠誠名區同埋呢隻5號嘅閃耀天河。咁啊，講講現階段呢幾隻馬嗰啲開飛賠率啦，咁啊3號馬呢隻忠誠名區咁啊變翻大熱啦，因為上場都表現都幾好下嘅，就雖然贏唔到啦，咁啊28蚊嘅獨贏15蚊嘅位置啦，5號閃耀天河啊，咁啊上次得咗個冷披㗎啦，77蚊嘅獨贏29蚊嘅位置，再跟住6號馬八進福星啊，98蚊嘅獨贏27蚊嘅位置，另外啦9號馬啦雲高八斗啦，呢隻馬你哋如果啲大熱門馬即係跑得唔好嘅話，隨時啄翻你哋轉頭。幾硬淨啊呢個！幾硬淨啊！咁啊90蚊嘅獨贏23蚊嘅位置，即係佢係後生版啲嘅魅力寶區咁解咯。咁啊今場3大熱門馬啦，棟哥235啊，健康快車忠誠名區閃耀天河。咁啊235咧就係3號有人排嘅喎，健康快車同埋閃耀天河都冇人排嘅，不過計形勢。忠誠快佢應該壓倒性優勢㗎啦，可放可留咯。上次唔係俾嗰隻咩唔知咩標誌咩咧頂一頂佢咧，佢絕對嗰場賽事唔係第2嘅贏得嗰場馬，佢頂一頂佢少少挨到佢出嚟咧，佢跟住挨埋嗰隻天星呢個新力好出嚟，新力好咯，係咯。係啊，嗰下都幾硬下嘅，雖然嗰個即係嗰個咩啊，
個動作唔係好大，其實絕對有影響。嗰日有兩場都係咁樣㗎，其中一場就係正中誠明，但係冇人罰停賽喎。係啦，冇事嘅喎。去到加流元帥都唔制喎。係啊，去到尾場啦，龍哥。尾場咧就3班千六米賽事，多人排隊咧就呢個1號嘅大眾福星，3號嘅初出呢個紫荊傳令啊，就8號嘅榮進大道同埋10號嘅首飾悟空，多人排隊嗰對馬咧就38啊，紫荊傳令同埋8號咧上次爆冷開齋贏馬，好多人排隊呢個榮進大道。哇！呢場即係阿同哥都拗晒頭喎，有兩隻外區喺度喎，即係講緊首飾悟空。係啊，首飾悟空啦，同埋。不過我相信3蚊問啲嘅。仲有。即係以佢進度係問啲。你都講咗好耐㗎啦，嗰隻紫荊係咁就。咁啊，四隻排隊馬1380咁啊，講過開飛賠率啦，咁啊大眾福星啦，咁啊熱都叫熱得。喂，上次冇人排隊喎。係啦，上次完全冇人排喎。下半場都冇人排隊，咁啊睇睇啦，咁啊結果佢都係跑過第2，輸少少俾嗰隻就係同場嗰隻榮進大道啦，37蚊嘅獨贏位置23蚊嘅，另外3號馬啦，紫荊傳令啊，97蚊嘅獨贏35蚊嘅位置，即係呢啲初出馬嚟講幾有飛下㗎咯。咁另外大家留意喎，大熱門嗰隻大眾福星頭先講咗咧23蚊批啦，批邊隻最熱啊？反而係嗰隻6號喎，高至高喎，21蚊嘅位置喎。咁啊講埋啦，8號榮進大道啦，咁啊啱田太空砌㗎啦，但係2檔。隨機舐到嘅，舐到爆啊！但係嗱，大家留意啊，呢場2檔啊，唔知會唔會塞車啊？即係佢上次可能因應檔位關係咧，就留到最後就抄大個檔，就一條直路殺上啦。呢場2檔就可能即係外面有馬冚住咧。又係另一個世界㗎啦，因為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尾場嗰隻線路滿貫啦，之前黃寶莉同埋阿蘇銘倫咧都係排外檔嘅，咁啊結果轉彎即係都係抄出外面冚啦。上一次咁啊潘頓啦2檔啦，咁就死咗啦，就係咁樣啦。咁啊睇下榮進大道田太空點樣執生下啦，90蚊嘅獨贏26蚊嘅位置，再跟住10號啦，首飾悟空啦，70蚊嘅獨贏29蚊嘅位置。大熱 win 講緊係1號大眾福星37蚊，大熱 pay 啊咁啊大家都估唔到㗎啦，高至高21蚊喎。今場3大熱本馬動哥160啊，163隻都冇人排過上次。咁啊大家嗱咩嗰隻首飾悟空我同阿大飛一次加持嘅，但係嗰場賽事咧我哋買過人哋9倍。點解去到17倍咧？就因為嗰隻馬咧大發脾，搞咗好耐咧，就令到呢隻馬咧多咗80蚊，17倍開跑。我中意呢個紫荊傳令嘅做好晒嘢嘅，呢隻馬睇下呢2場賽事嘅表現係點咧，就應該咧係會唔會進軍呢個打比啊？如果呢隻馬跑得好咧，打比都係一路奇兵嚟嘅，呢隻馬嘅級數幾高嘅。即係要開始即係打比，即係要進軍打比。嗱，我哋補充咗4個集啊。第1、2課集咧，第1課集、第2課集咧。都係1200，因為呢個馬一定係長優於短嘅，所以冇表現。但係第3、第4課集跑1600咧，結果咧大家已經係睇到佢嘅走勢咧刮目相看嘅。呢個馬係嚟得幾快嘅，呢場賽事絕對即係大家可以賭住第一注先啦。呢啲即係90零蚊，呢個馬3馬一定係超嘅。係咯，咁啊呢啲馬即係希斯都冇保留㗎啦，尤其是特別呢件。尤達榮啊，sorry 尤達榮咁啊，尤其是呢件彩衣啦，咁就。不過呢個馬房其實有冇排隊好啲？但係大家再忍耐少少，聽埋臨場有冇人排隊？睇埋下半場啦，即係咁啊11場嘅排隊早餐馬，即係早餐排隊馬都講完啦。咁又到咗我哋嘅排隊陰濕馬嘅時間啦。喂，兩隻都係尤達榮馬房喎，9場1號呢隻進步騰飛，11場3號呢隻紫荊傳令。我自己中意2場3號呢隻快靚王，10場3號呢隻忠誠名駒。咁我就自己就揸住一對㗎啦，咁就5、6場嘅，咁啊大家可以買下孖寶啦，咁啊。第5場2號衝上雲霄啦，第6場10號啦，龍傲玲瓏啦，咁啊衝上雲霄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其實都唞咗好耐嘅，即係上場未跑之前，咁啊1月跑完之後咧，就因為嗰隻右前腿咧就肌腱受傷咧，咁啊都休到去6、7月嗰陣時咧，7月又話驗到心律不正常，咁啊結果喂呢隻馬就同飛龍在天個馬豬喎。係啊，咁啊結果其實都係等到即係11、12月嗰時先出咗第1場嘅，咁啊但係大家留意喎。上一場其實上半場係有人排隊，下半場我記得係即係開始越賣越懶㗎，咁啊由開飛嘅3倍即係賣到差唔多接近6倍嘅，即係入閘後咁啊大家要即係執生下呢隻馬咯，咁就但係呢隻馬即係潘頓呢啲馬即係同呢啲彩衣都幾有淵源㗎啦，都係即係冇理由搞呢啲馬咯，咁又同埋即係上次跑完之後咧。大家睇下啲操練情況啦，即係其實都係以踱步居多嘅，咁啊當然即係馬房真係驚，哇會唔會係隻腳有問題啊？即係心律不正啊，又驚有事啊咁樣，但係都跳咗4課嘅，咁就其實潘頓即係同呢啲馬即係9檔，咁啊聽日睇下潘頓出閘嘅情況點啦。如果移到去2搭，即係有遮擋嘅話，直路出頭先，咁啊你哋其他馬追，其實呢隻馬呢種馬咧唔係好強嘅，就幾水啊啫。睇下可唔可以為呢隻處女馬即係贏翻場啦。咁另外龍傲玲瓏啦，咁又第6場10號啦，龍傲玲
羅啦。同場有隻細水長流即係孭飛啦，咁啊呢啲賠率我睇下威哥再收唔收埋多一場啦。但係近期都留意下呢個賽後馬房嗰啲攻勢已經係開始啦，係啦，即係開始已經咧係幾勁下㗎啦。咁啊，但係大家留意啦，兩場咁啊何澤堯都係輕輕撩兩邊直路啦，試過20-30米咧個勢撲上嚟好勁，但係大家留意埋啦，上兩場冇人排隊嘅，睇下聽日有冇人排隊啦。咁即係學阿棟哥話齋咯，即係好似係嗰隻尾場嗰隻線路滿貫咁咯。如果即係預就預到冇人排隊，冇人排嘅，係啦呢啲馬咁啊，如果有人排隊嘅話，大家真係可以平落去㗎啦。咁啊6場10號同奧零攞啦，係。咁啊，另外就講晒我哋嘅心水之後咧，騎師王練馬師王都可以報埋。騎師王練馬師王啊，咁但係聽日都講埋啦，都喂，跟住追好多期嘅咯喎，追咗好多期㗎啦。咁啊講啦，有咩大彩池先啦？咁啊第8、第11場嘅4重彩4連環都有50萬嘅多寶啦，3T 都有400萬嘅多寶嘅。另外第一號孖 T 咧都有30萬嘅多寶嘅。中意玩大彩池嘅朋友就留意住第8、第11場嘅4重彩4連環啦。咁另外就第一號孖 T 啦。咁另外就講埋我哋嘅騎師王練馬師王啦。咁啊騎師王嗰個潘頓都即係都好似叮咗幾次賽事㗎啦，咁啊睇下聽日點啦。好似有人統計過5次好似係咪？ 4次定5次咯，係啊，上場都係。不照計冇得追嘅，你2倍唔夠點追買幾多錢啫？咁聽日都係。而家幾多而家？聽日都係2倍唔夠啦。咪2倍唔夠，買嚟做咩？即係點追啫？講㗎啦，9匹坐騎1.8倍，布文10匹坐騎有啲細水長流喺度就2.6倍啦，佢係次唔滿㗎啦。幾日可能其實近排啲成績都相當之好㗎啦，咁啊7匹坐騎15倍啦，咁啊艾少禮9匹坐騎開飛17倍，而家回到18倍啦。梁家俊7匹坐騎有啲中成名區喺度啦，22倍啦，即係佢唔會話攞到騎師王，但係佢每次賽事僅有一兩場啄一啄你嘅，咁啊睇下聽日點啦。咁啊楊明倫啦6匹坐騎28倍啦，巴道7匹坐騎40倍，霍雲色6匹坐騎65倍，私人獨潮水㗎啦。咁啊贏就贏冷門，但係嗰啲明星馬就全部過晒檔㗎啦，過晒戶就俾阿潘頓嗰啲咁滯㗎啦。咁啊布文啱啱都即係又搏，即係轉晒戶啦，咁就晒冷啦，都贏埋啦。咁啊唉睇下霍雲星你真係點搞啦，真係。巴德禮7匹坐騎70倍，田貪9匹坐騎佢落飛啦，咁啊75倍落到60倍啦，有啲榮駿大道喺度啦。咁啊講埋另外嗰4位啦，潘明輝9匹坐騎落飛㗎85倍，周俊樂6匹坐騎100倍，希威森6匹坐騎100倍，另外其他騎師嘅選項都落飛嘅，落到50倍。練馬師王方面咁就今次啲練馬師就相對就比上期咧就熱少少㗎啦，咁啊上期都講緊開飛，講緊有5倍。今期咁啊蔡日航9匹上陣馬有3倍嘅，羅富全7匹上陣馬3.6倍嘅，希斯12匹上陣馬9倍啦，廖康明7匹上陣馬9倍。威哥咁啊，聽日都有1、2隻馬，即係都叫牌面馬、餐市馬喺度㗎啦。咁啊5匹上陣馬唔多嘅，但係有14倍喎，都幾熱下喎。咁另外方家柏啦、告東尼各有8匹上陣馬啦。咖喱仔就回飛16倍嘅，咁啊告東尼就17倍啦。有達榮4匹22倍嘅，胡偉傑8匹上陣馬28倍啦。偉達聽日要留意喎，咁啊睇下聽日偉達同潘頓嗰隻新馬又點啦。6匹上陣馬28倍落到22倍嘅，姚本輝7匹上陣馬30倍啦。咁啊講埋啦，文家良40倍，黎超星55倍回飛，鄭俊偉啊7匹上陣馬65倍，其他練馬師嘅選項25倍嘅龍哥。嗰啲騎師王練馬師慢慢買都罷啦，咪先你潘頓18、9蚊揾隻位置好過啦，大佬。今季簡簡單單，基本上有4分3嘅賽事咧，無論騎師王、練馬師王咧，都係低分封王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執。上次賽事好似最後嗰場先封王嘅練馬師王啊！賽事個練馬師騎師王都係啦，因為其實講緊上次嘅賽事，講緊好多騎師，基本上14個注項嗰啲騎師咧，全部都有分攞㗎。咁啊，所以即係大家要執生下啦。咁就尤其是聽日咁啊，嗰3場泥地啦，可免則免啦。咁就11場嘅排隊。因為重鋪㗎，大家真係小心啲。重鋪啊！咁啊，另外就騎師王、練馬師王都講完啦。咁就聽日頭場開跑時間都係12:30啊！嗰11場。係啊，11場嘅。咁啊，嚟緊2月。頭嗰套埋。聽到咧就話好似話有機會就開始10。機會都幾大啊！跑12場。因為阿棟哥上個禮拜個早餐排隊馬都講啦，又係4班，又係4班，又係短途4班1000人，咁啊真係唔知點啦。你聽日幾多場4班？1、2、3、4、5場4班。因為而家咧好坦白講，棟哥好少即係啲豪氣嗰啲馬主，即係夠膽同你買嗰啲高分嗰啲 PP 啦，唔同以前啦。而家即係大家都係4班起步啊，或者新馬插班起步。咁啊，11場馬講完啦，咁啊，聽日12點鐘就準時同大家見面啦。咁啊，聽日有棟哥啦、大飛啦，幕後仍然有我神童同埋昌哥嘅喺呢度就唔阻大家咁耐啦。我同阿棟哥同大家講聲，拜拜。